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講之講第13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屯馬綫嘅第二部分馬鞍山綫。馬鞍山綫代表色為啡色，於2004年12月21日通車，全長11.4公里，已於2020年2月14日配合顯徑站至啟德站啟用而併入屯馬綫一期。係港鐵唯一冇隧道以及首條全線採用右上左落方式運作嘅鐵路線。馬鞍山線來往大圍及烏溪沙，途經車公廟、沙田圍、第一城、石門、大水坑、恆安同馬鞍山，延伸至啟德同改名為屯馬線一期後，更途經顯徑同鑽石山。馬鞍山線被派駐5列伊藤忠近基川崎列車及14列中車長客列車。地鐵主席李敦喺1983年表示，佢計劃喺完成港島線後，考慮拓展支線至新界及其他地區服務，但佢只需視乎政府對新界發展嘅政策先決定係咪投資。例如馬鞍山日後成為人口密集嘅地方，就可以建造由沙田至馬鞍山嘅地鐵，原因係該處居民數量經過發展後會上升。政府及後1985年喺委託顧問重新檢討馬鞍山計劃，並研究需唔需要興建鐵路或輕鐵。2年後，九鐵主席喬佩德喺出席一個研討會後接受傳媒訪問，稱馬鞍山當時正急速發展，如人口達20萬就會研究修築輕便鐵路，以方便佢哋。佢續指原因係基於經濟及地理因素，並相信未來嘅人口發展唔能夠有足夠經濟支持鐵路系統，而且容易建設。1991年，報紙引述政府官員稱新鴻基地產計劃同九鐵合作修建一條由馬鞍山連接大圍火車站嘅輕便鐵路，以應付1990年代末期25萬人口，而新鴻基嘅構思係帶動日後喺該處興建嘅樓盤。其後初步同九鐵洽商興建嘅可行性。政府喺1994年發表鐵路發展策略，建議展開4項優先鐵路計劃，其中一條係馬鞍山鐵路。對改善馬鞍山一帶交通同促進該區進一步發展至為重要。運輸局消息人士向傳媒表示，稱政府待馬鞍山支線喺年底完成財務研究後會公布建造工程嘅形式，當中包括由政府承辦、公開招標同委託兩鐵承辦，而且預計由九鐵營運。1998年9月，行政會議決定邀請九鐵公司就馬鐵計劃進行詳細策劃同設計工作。馬鐵所選擇嘅路線基本上位於政府喺沙田及馬鞍山預留作鐵路發展嘅用地上，主要為城門河以東一帶居民提供集體運輸服務，因此大部分車站會建喺有關屋苑附近，方便居民徒步前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喺2000年5月26日批准從資本投資基金撥出85億元，以股本方式注資俾九廣鐵路公司，以興建馬鐵同尖沙咀支線。隨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鐵路條例批准馬鐵同尖沙咀支線嘅鐵路方案，有關批准方案嘅公告喺2000年10月27日刊憲。九廣鐵路公司喺2001年2月12日喺大圍站舉行馬鐵動土儀式，喺2004年12月21日正式通車。由於馬鞍山線初期為使用4卡列車運行，雖然月台均以8卡列車月台嘅規格所建造，並作預留，但因為大部分車站大堂仍然以4卡列車嘅規格所建造，只有一組扶手電梯同升降機，導致大部分乘客前往大堂時需要步行一段時間。今日屯馬線第2部分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屯馬線第3部分，未完待續。